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耶穌喺十架上咧被神離棄，但係神咧又冇完全離棄佢。耶穌喺墳墓嘅時候咧，神冇放棄佢。喺佢死後第3日咧，神使佢從死裏復活嘅。因為耶穌嘅復活咧，有一日咧，所有嘅信徒咧，耶穌嘅信徒咧又會復活喎。呢個咧就喺耶穌第2次降臨嘅時候啦，就會發生啦。當耶穌再嚟呢個世界嘅時候咧，所有嘅信徒咧都會死後復活，得到復活嘅身體嘅。基督咧已經從死裏復活，成為神嘅屬靈收成嘅初果。咁我哋咧將會成為咧其後嘅果子。見到初熟嘅果子咧，我哋就知道啊，其餘嘅果子咧亦都快要熟噶啦。佢先前嘅復活咧，係未來眾多復活嘅第一個，係我哋後來復活嘅保證。耶穌咧係先驅者、開創者，佢為佢所有嘅子民啊嘅復活咧開闢道路。冇佢嘅死後復活咧，就冇人會復活。所有嘅復活咧都取決於耶穌嘅復活。喺舊約有呢個預言喎，詩篇16篇10節講：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讓你的聖者見地府。咁我嚟到新約咧，呢個預言就應驗咗啦。喺使徒行傳2章32節講：這耶穌神已經使他復活了，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。感謝神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